54课入声韵尾的练习。例词：三角、立字、组织、合一。即个一生、年日、日期、坎坷、学生、学校、约束、打拼、读册、疼惜。例句：第一句，咱三角立字组织来合一。第二句，这个人一生的年日极其坎坷。第三句，学生遵守学校的约束。第四句，打拼读册的得人疼惜。